當停電發生嘅時候，你嘅建築物能唔能夠確保人員安全疏散呢？根據香港消防處嘅規定，學校、醫院、酒店同埋戲院等場所必須維持3小時嘅應急照明電力。今日我哋就嚟了解3小時應急燈嘅重要性。首先，3小時應急燈同一般2小時應急燈有咩分別？一般商業建築只需2個鐘應急照明，但係學校、醫院同埋酒店由於人流較多或者疏散時間較長，法例要求必須配備3小時應急燈。新一代 LED 應急燈採用智能充電技術，當電池充滿後會自動調低電流，不但節省電力，更能保護電池壽命。傳統玻璃光管嘅應急電池壽命通常只有1至2年，但係智能 LED 應急系統嘅電池壽命可延長至5年以上，大幅降低維護成本。喺光源品質方面，優質嘅 LED 應急燈管顯色指數超過80%，燈管壽命更超過36000小時。應急模式下仍能提供充足照明，確保安全疏散。安裝方面非常方便，無需重新拉線或者改動電力裝置，可以直接替換原有燈管。平時作一般照明使用，停電時自動切換至應急模式。LED 應急燈比傳統燈泡省電約50%，加上超長使用壽命，長期運營成本大幅減少。目前中電更推出節能設備升級計劃，合資格用戶可獲得1萬至到15萬元資助。3小時應急燈不僅係法規要求，更係對生命安全嘅承諾。選擇應急照明產品嘅時候，必須確保符合香港理工大學消防產品認證 CE 認證以及香港消防處嘅相關標準要求，確保你嘅場所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提供充足嘅照明保障。立即聯絡 MeLight 精緻照明，我哋嘅專業團隊為你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同技術支援服務。